咱要来关心的是美国的前国务次卿克拉克，伊让3党了后，搁来台湾访问。今日日早起是去见咱的总统蔡英文，伊讲希望会当强化台湾甲美国伫咧商业甲科技等领域的合作。美国众议院伫顶个月也通过台湾国际团结法案，要对抗中国定定阻碍台湾参加国际活动的行为。Good to see you again. Thank you for coming back. 隔3年，佮看到好朋友蔡总统看到来访问的美国前国务次卿克拉克，是展现热情欢迎。卸任了后，专业学者的克拉克即摆用科技外交官的身份访问台湾，希望强化美台四部门在商业科技等领域有更较侪交流合作。今天很高兴看到克拉克主席再次率团来访，继续推动台湾和美国的合作交流。A critical imperative of the global tech security strategy is bolstering Taiwan's prosperity, international standing, and yes, sovereignty, which is why the Commission recommended forming a Taiwan Center for Innovation and Prosperity at the Kroc Institute. 美台活动闹热，美国联邦众议7月是通过台湾国际团结法案，组成联合国大会伫2758号决议无干涉台湾，希望对抗中国当年就扭曲这决议阻碍台湾的国际参与。经美国国务卿中国政策首席顾问、现州华府智库学者伊木春认为，这法案应该用正式成做美国法律，显示国际社会讨论台湾议题已经180度的转变。This is the first step to address a tremendous injustice and humiliation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. It shows that the context in which the Taiwan issue is being discussed globally has changed dramatically. 伊木春指出，年代伫2758号决议是台湾地位极度危险模糊化的开始。美国自此实行一中政策，毋过无承认中国一中原则内底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讲法，也反对单方面使用武力改变现状。根据将近90%台湾民众认知，现状就是不甲中国统治，也无宣布独立。台湾事实上就是主权独立的国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